为着要让弱势家庭的学生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，规定区公所举办小小志工学习营，安排一系列的课程甲丰富的活动，让小朋友学习服务的精神。我们特别用计划式的福利服务活动来规划一系列的课程，来帮忙所谓弱势的小朋友在暑假之间能够学到正向的观念，学到付出的观念。那当然也安排到所谓安全的观念跟我们的性平的观念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一样来到我们七甲的巷弄站里面来服务老人，来帮忙老人打饭菜，来跟这些长辈互动。伫结婚典礼之天，台南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出席，颁发奖学金予这的学生，并且勉励因爱努力学习，嘛爱保持感恩的心，将来回馈社会。咱台南市总共58000多名志工，这志工不是讲挂名的哦，是有每礼拜拢有出来譬如讲环保志工到净理环境的，还是讲这个义消有出来执勤的，义警有出来到守望相助的，这些志工拢是有志工时数的，所以咱拢加感谢因啦，所以说我们小小志工培养出来在社区未来的社区。会当帮忙做者。活动地点七甲里活动中心，同时嘛是社区关怀据点，有健身器材提供长辈做使用。市长黄伟綽嘛一一体验，嘛真懊恼，嘛希望借着政府的补助，让长辈有这款的休闲好所在。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。